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日本属的日本人体内失眠计划，鼓励大家做眠呢。从侵犯家下有6000人公检案发到。不过台湾今日 WTO 过后，台湾的眠呢并唔过高效的外国眠呢，人家人买黑。本单替泰国开药厂的王志英，有把机会接触到有机眠呢，一路家庭爱归家乡囤眠呢，中转来。具体路台南投养过想象一只客家庄，对种植产品开发开店的归下的自家来做，同时打造六级产业，开放业内本游客来做生态体验。美团国立台湾工艺中心合作，对艺术文化的角度来做，屯棉内的层次提高，来详述台湾棉内的故事。一类一类棉的花太能丰饶，从些容额，俩身系伫国外，系伫南头快上8公尺，俩个还加水中头。全部爆棉的时候，我们就这样用手就这样把棉絮拉起来，拉出来就好。当年3月点子，太快青叶带出就好秀。5月就开棉花的花，黄花，那它的黄花就到了中午又变成粉红花。那粉红的时候，粉红色，然后到了晚上就变成深红色，生的这个一颗一颗的果实，又叫果实。还有这个棉铃，棉铃爆的时候，再经过1个月，大概7月底就可以采收了。一条棉的树，太快带出200人类棉的花，留就得做一辆 T 恤。一朵棉花里面，60%是种子，是籽，40%是棉絮。1分地可以采收500公斤的毛种，那你如果40%就是存200公斤的净种棉花，这样。两位中介是爱去棉，是冲刺的品种，经济价值很高。我们棉花的好坏是看它纤维的长度，如果短的纤维它在1.5公分以内，它比较没有什么经济价值。长纤维的就是它的纤维在2.9到3.4以上的哈，所以它的纤维很长，所以它可以做出比较高阶、很高级的纺织品。台湾种棉的历史为对日本手工艺是日本人当10年计划来鼓励种棉呢。民国30年最多改下，全台湾总有6000人公检案发。台湾最早的时候是由日本人，他在这边很用心的在培育这个棉花。他们打仗的时候需要做棉袄，然后棉花的用途很多，甚至它到最后棉花的种子可以拿来做火药。台湾家业 WTO 過後，邊國家是便宜嘅進口棉呢？台灣棉也別天天嘅物體。本單地泰國投資肉廠嘅王子仁，就是把機會接觸到有機棉呢，因為兩個業務很動有好發展，所以決定而來做。因為我們是做企業的哈，所以我們一開始我們會從企業的角度去想這件事情。因為如果棉花的產業它已經是不能生存，為什麼美國跟中國他們還是堅持的在做棉花？所以它必然有它的後續的經濟價值。傳統種棉嘅工廠為中東到嘅農業老化合配，王子仁認為有機係未來嘅發展，對土地對種嘅研究好，決定會做最好嘅。親自下來做，你才會知道說，棉花為什麼什麼時候會有什麼蟲害，你要怎麼去防治啊？如果你自己不了解的時候，你要再去請教。我們就是用木畜藝來驅趕它們，只是把它們驅趕走。那他們有一些會真的會傷害到我們的果實，我們的棉鈴，我們就讓它吃沒有關係，因為這是一個共存的一個生態環境。目前農業出草季，善良強調用傳統方式來種改一半。在這裡，它又是一個客家族群，客家族群他們對栽種非常有經驗啊。如果他認同你了，他看到你很執着在一個產業上的時候，他們很多，我們這裡有很多新的技術，或者說很好的經驗，都是由這些客家朋友他告訴我們。從土壤去改良，讓它完全的有機，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是非常難得。那當然就是可能這樣的栽種面積就沒有辦法非常的大了。
棉呢係當然上灌木，最高上係到2公尺安高。不過味道嘅清出最合適採體種嘅方式，讓自己當然都重新種過。这朵也很漂亮，所以你种棉花种久的时候，你会很喜欢这个棉花，它很温暖，很温暖。像这样子花瓣很完整，刚爆开来很漂亮，没有经过雨水还有风这样的摧残，是最完整的花瓣。我们就把它从这里剪下来。剪下来就可以当做一支一支的干燥花用。那在下來嘅面呢，普遍類觀眾嘅頭在2-3年比較。我们很多在拔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杂质，我们就会边整理一些这种杂质，像这咸丰草，它就很容易粘在这个棉絮上。其他國家種下多為種落雜質，嗰種機器類少，台灣用人工來雜解，好施好工，本錢就當粗，不過立立雜雜嘅很少。你知道美国棉，他们采下来的时候布很多很多的杂质，所以他们常会去做一些漂色的动作，就是漂白或者是染色，因为这样可以掩盖它的杂质。那我们可以做到原棉的颜色还是杂质很少，很漂亮。落一台面呢，辦業工廠也係幾多現代新聞就聞到嘅大屁股嘅店啊。安尼就是22、34。当然也有做这些寝具类的棉被啊、枕头，还有织布厂都是在彰化这一带，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知道说彰化这边有打棉被，所以我们就特别来拜访我们的老师傅。刚有听讲，咱台湾有人在用有机棉在拍棉被。少咧，阮拢用进口的啊，莫斯科啊，美国的啦。啊，咱台湾都无人种啊，袂好啊。迄讲头到尾1分地才收100斤做起10年批啊，袂好啦。65歲嘅科技會大批大力50年，也可能推翻免疫，希望要衰退。啊，咱台灣安尼較軟啦，較幼啊，絲頭較幼啦，進口的較粗疏啦，較無遐軟啦。因为是100%的棉花，它当然它的纤维会比一般化学纤维还短一点。那在开棉的过程当中，师傅他们在开棉就是会比较，困难度会比较高一点，拉出来会比较不好拉。棉呢就得用到當地素材，為咗增加棉呢嘅價值，佢就開發各種產品，選定美食，自家生產，自家賣。这是小朋友紗布，这是短版的，像这个就是长版，也有包屁衣，也有帽子，小朋友的帽子，然后还有口水巾。因为小朋友刚出生，他皮肤是最敏感的时候。那如果說一般化學纖維做的話，對小朋友會有那種過敏性的皮膚炎。衫、枕頭、卡棒、乜嘅都做，唔單搶做面呢，還自家創立品牌，老面產業仲做企業來競爭。因為現在栽種除了人工成本很高之外，還有這些有機肥料啦、資材都很高很貴，只能說再來開發商品。来创造出一种很高价值的商品，才能够合乎我们的成本。当然，以台湾现在的这个人工成本，它是不适合种棉花的，除非你要把它 up 到更高阶，所以我们就接着又开始做成第6阶产业，就是包括教学、观光、体验。就这样拔起来就好了。很好，干净一點，這樣。來，我們請小朋友先練習一次看看。唐人面呢嘅身體感受，了解形容嘅雜解，小朋友得唔得到會更加起早，睇見細子都猛是見怪，好多動作。差不多45年前吧，那時候念國小，我們家有種棉花，然後呢，假日的時候，爸爸媽媽要求我們去幫忙摘棉花。那時候台灣棉花非常的多，摘棉花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回憶。細人當然都愛做衫啊，見到滿啊，媽媽3晚2上做的啊，又嘛個做的啊，都甲伊講棉花，我叫棉花，嘛個棉花，冇聽過，嘛唔是看過。
北港村係以是高個農業生產嘅鄉村，財政議希望做得結合面嘅產業，向哈那同意來廣告，也為哈那同意來認識推翻面呢。因為希望講能得加入了有機農業嘅個文化吼，來帶動地方嘅經濟來發展，然後了有機，然後旅遊業呢能得結合共下。我們小禁區就是我們的川中島清流部落，賽德克巴來的。這些在禁區就是惠順，就是它有一個旅遊動線的，所以來這邊參觀這個有機棉花的也是很多，多多少少會幫助我們的產業的一些升級。其實咖啡在每個地方鄉鎮都有在種咖啡，那在棉花的部分，基本上就只有在我們國姓這裡才有這個有機棉花，所以是非常有特色，而且有獨特性的，應該是好好的把這個有機棉去做發揮。北港村鄉人強調市場客家，係工作的老客家結合，推廣咗國上新嘅產業，呢啲除為係嚴重推翻棉呢產業嘅議題。棉花它來做藍染、做布很好。那可以做我們的客家在地的那種特色的衣服。它除了是做紡織，它做生態旅遊。那如果它的面積夠大的時候，它會產生一系列的這個產業鏈，所以這個是我們在做一個帶頭羊的作用。五個公司日上屆哈那島，佢希望做啲提升到技術層次，客家結合推翻分化，航向國際。6年前，基礎設計提升公民中心。當初我們在做這個時候是考量到商場上的，但是公益中心他們是一個國家級在培訓這些文藝藝術人才，所以我那時候在想說，我們除了是在商品上市場上，有些文化的東西在哪裡，所以我們就來找公益中心。就是在台灣除了原住民的駐馬以外，我想大概我們其實對棉的需求是最大的了。對，所以我覺得棉花如果說之後我們繼續再推廣下去的話，其實它可能可以讓大家就是再重新去看待這一個材料。楓樹最新上嘅機會，本單是想做身體嘅風自己也有了改變。他說：“我們正在創造一個台灣的棉花的歷史，因為台灣棉花已經中斷了60年了。如果在我們的努力之下，它能夠再一次的接軌，而且能夠跟台灣的文化，包括一些年輕人的培訓在一起的時候，那我們可能在這個農業的歷史上留下了一個名。所以這個讓我很深深的吸引我。”翁淑君係做出風岩至定之概念，經營會挑戰融入嘅內容，已經很好閃現。係講每節有內容發紅岩是才動大數，所以一起上嚟運用辦來提升有機棉那個價值，就是一路讓它就是自然天然到底吧，是。所以我想我們也是拿到這樣的材料的時候，就會覺得說，它跟我們現在在推廣的一些天然的染色啊，其實是非常相同的。有機棉線、棉布、織布對實用性提升同藝術文化層次。我們比較重視傳統工藝的這個部分呢，可能有一些傳統的文化的意涵在裡面的這個部分，它可能真的就可以跟人家分享很多。因為早期其實真的，很多其實都是用手工做的。去年公益中心辦了一個台日韓那個纖維藝術的聯展，那我們在那裡就發現說，在台灣本土的，包括苎麻、香蕉絲，還有月桃，這些東西是很代表台灣的風格的。那我們怎麼跟這些台灣元素再結合在一起，來創造一些文化的這個產品，能夠代表台灣出去？這個我一直在開始注意到努力的。這也是我們將來能夠把台灣的文化往國際推展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元素。面積規模都比唔上世界面的泰國，全球老企業嘅特色係個好條件簽出來，建議突破中國技術，對環境友善，係為老財團文化結合起來，地推翻當地發展到國際空氣，唔係是考慮到做生意，係為老拓展好久嘅推翻面的歷史繼續寫下去。